中年人做了。我68年、12年入面。民国68年。对。呀，我30年了。68年了，俺算有长24年了。来，过来。小黄，小黄来。哎呀，人家来你不会出来欢迎的哦，伤脑筋呢。这条狗是自己跑来的吗？自己来。他知道我要下班，他不会跟我。其他时间我只要一跑就跟着跑，跑到哪里我走到哪里他追到哪里。是每个人都这样吗？对，每个人都这样。只有我，很奇怪。那下班去底呢？你唔好对，你这俺家查死喺度摕电话哦。俺这下班去唔好摕啊。真啊。怎么办？我妈妈一定不会养它。为什么？母的我妈不养啊。你这个让你种的就很大。你这个照顾落诶，咱要带什么啊？无啊。到丢嘞。你结扎。叫妈就结扎就好了啊，结扎袂送，咱讲叫要强壮啊，要叫骨强壮啊。有一次我跟我爸坐火车，因为车子很挤啊，然后我那时候坐在我爸肩膀上，因为很挤，然后我小萝卜头嘛，坐在火车里面往下面看都是头啊，靠近我的我就一个一个打，对我妈每次都跟我讲到这件事情。啊，没有被人家打哦。没有啊，只是我旁边都没有人了，因为我是小，那时候我很小啊，大人也没有跟我计较啊，对啊，那时候可能是一个很讨厌的小鬼。小时候我家住在铁路旁边啊，然后小时候很喜欢坐火车啊，因为有便当可以吃，所以每次要回老家的时候，我都会很高兴，因为跟我爸我妈他们去坐火车的时候，就可以有便当吃。小朋友嘛，坐火车的时候就很喜欢东张西望，然后我就很喜欢把头伸出去。还有一个，这是小隧道，还有长的，这小隧道，还有一个长的。头伸出去，经过月台的时候，就会看到列车长拿着那个交接环跟那个月台站的做那个交接动作，然后觉得他们那个动作很好玩，因为是用丢的，所以每次经过月台的时候，头都会伸出去看，觉得很像在耍特技啊。对啊，觉得很厉害，他们怎么能那么准的把那个丢到那个环里面？拍这部片子哦，就我刚刚讲的之外啊，可能是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吧。有没有梦想过开火车？有，但是不行。你有没有梦到自己在开火车？是美梦，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梦。那它里面梦到什么？梦到我，开着火车带着一个女朋友出去了。
就不知道到处玩一玩，就不知道然后就梦到，然后就被姐姐叫醒了，就没有看到，就没有梦继续梦。来，昨天发现有摩托罗青，有做台里杀，台里杀做啊，做么比较聊天识拍，啊，做伊顺牙齿，因迄200个人呢，个时间哦又长，早上到7点就到，下晡到10点，因迄200，啊，到尾是。铁路甲68年就那个北回铁路会通车嘛，又招考，俺就去考，啊，那就是好运的，考到咧，俺就去填，伊做到厉害。台菜真久，社会改变，是非善恶充满人间。奉献世间客家人，守护心田，正正当当做一个良善的人，就像恩格罗出现。念旧不忘祖宗言，千年万年。发莲哦，记得我伫下庙里办了是在吉甲一个也吉安吼，吉安站跳过之后就吉野站。吉野站哦。日记时代就叫吉野站。啊，我就是办了初份呢，是你爱永新村。啊，我爸是伫偏田所嘛，偏田所上班，田里公司偏田所上班。啊，伫水尾偏田所甲我伫个台湾出世。啊。我6岁甲是办送花莲来带，咩伫庙里咯？水妹就是这我样。我伫水尾叫的。系啊。其实在花莲。我讲甲就过咧花莲的。讲哦。嘿。民国几多年？我讲你啊，出别人岁咧啊。别人岁。嘿。因为师傅吼神发干部张来发咧，迄爱个眼睛个唱假手。你师傅你嘛在来发咧？你要不来发咧？我呢，那把18岁过来。没啊，是因为师傅神发干部张来发咧。可能俺过来出世啊。哦，那就是。俺弟啊，也我叫弟，要讲。好。俺开始如果俺头摆带菜。庙里哈，庙里带了要那太府到南府，我以后直接就来发的啊！因为俺用为过来发的，以前来的3千，往3千，特别那3千啊，3千好辛苦，改头摆7.5钱我买土地就
我伊来工作，我有钱有土地去甲办，就是那个，啊，让人票，邮票这边今年做也动做动吼，叫我人个涨啊，可以拖啊，有就较国家落邮票啊，一般咧，也同忙暗3点钟比快起来，系要办理嘅，要在啊把200人头啊，头摆200人以上派，去票偏港啊，票来就一10袋啊，10袋做啊吼。我都把你一动用吼，我就唔捞去，唔捞去就啲10袋定扣，扣到10袋扣得冇。今日都從嗰成翻唔下嘅，我不如就拿叔叔過嚟也休散，休散見坑牙爸，當佢今日坑牙爸過嚟點啊，因為咁便宜啦，牙爸年度先年數，也好話，佢就日出成日看啊，萬嘅真有過嚟，按照大些乜就嚟講，喺呢日嗰個也叔也咯，按日嘅坑嚟講，萬個就呢牙爸又個氹坑啊，將唔嘅東西好賣咯，啊就賣嘅。买一台嘞，我爱鸦片有朋友啊，过来哦，就打电话过来了。我来后山，将你来到后山啊，你得来要唔得做啊？法律啊，来啊，全部法家噶，来到全部冇正当啊，带人嘅姑娘来后山嗰度，要我怕专门调带人嘅姑娘来后山啊，也被神法啦，去神丹捉攞啦，就要我叫人吓，安爸就。上这边什么唔到，不过因为底下同埋个很难冇啦，还有地方有夹贴一种嘅线呢，来个后山啊，当睇我嚟去叫啊，几多年嚟当唔惯啊，当伤心当辛苦啊，超上神情嘅事情，就都话人生路不熟啊，又烦又睇头先讲烦下啦，也然冇讲烦，宿舍你当食，当冇朋友咪，用。对呀，同呀后山啊，石头啊，就冇面呢，叫你那冇你哦，食得牛啊，就叫我皮哦，你啊那来呀，得来都唔得赚鱼哦，嚟讲嘅呀，當初都係點樣啊？係千到係唔知咧係啊。这2张是在求学时期的相片，那时候在中立念2专，南亚工专。那我那时候是念纺织工程，本来是念机械的，后来改念纺织工程。因为民国60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哈，纺织业在台湾呢是很兴盛的一项那个工业。这张是去，应该是在桃园那个什么湖，不知道忘记了那一带拍的。这个是学生时期的照片。这个时候已经在铁路局了。这一张是我民国73年在跑车当车长的时候拍的，在玉里站，不知道谁拍的，不知道，他又把它寄给我。那时候当车长的时候，民国73年。旅客拍的、哦？可能是旅客拍的吧，后来又寄给我。那这一张是那个我们那个印书本科的同学会到礼仪堂，那我带我女儿去参加同学会，这在礼仪堂拍的。这张好像拍的最成功哈。
巴黎。1895年，马关条约，台湾割予日本人，日本人当来到台湾统治台湾。日本移民有私人的移民，然后官塘班的移民。在1899年间都有10人，日本10人来到花莲来开垦。日本人爱台湾的马个资源，有爱种农，爱桃，爱甘蔗。甘蔗做个糖，韩国爱米，还爱台湾的树的森林和木材。不过日本人到民国前2年，日本人都开始计划要移民。1910年到1915年5年期中，日本人来移民到花莲，一共有7批的人。刚日本移民来讲，有青岛的员工，迄员工地位其认为客家人较严谨，所以客家人去日本种起，在台湾的种起，搿样是客家移民较多。刚还有很多散会的讲法，东台湾是散会，第一是交通无便利，第二是反而会出错，第三是有马拉利亚。第二讲个疟疾，也是东台湾当时生活最困难的30年。不过东台湾嘛有几个好处，土地侵犯啦，无人开垦啦，来到的人佮一堆人，死光啊拍来去掠在天是安尼。当然移民来的人青岛年纪，有的是讲18过唔去的来到了。有的是谈讲亲戚朋友，来到了亲后脱险；有的是日本人救的，有的是去西部事业失败救了，有的是讲西部犯法的救了也靠，因为了咱无警察的户口无按清楚清楚。佢来个路嘛，青岛条路，有的铁路架开到基隆。基隆双线，日本时代个船是基隆行到苏澳，苏澳行到花莲，花莲行到台东，台东行到高雄。两个船一个月要行600，所以青岛人要坐个船到基隆双线，坐到花莲。不过花莲甲厦门有港，所以来到花莲个船全部停到外海。个博个上，再这是你们以前住的哈？对啊，住9年，头尾10年，看他几岁啦。国小4年级，国小4年级搬过去的，没有，按就是5年呢，住10几年。那小孩子长大了，生一个胎啊，结果带媳妇啊，他不要住这个老古董家，过来家又离某些要做，没有工作好做，没有钱好赚，他就想来去种菜卖啊，该辛苦呢。要不然买做冇钱，真少钱。跟做人的事，小孩子都做人的事，妈妈做人的事。你讲约你几片啊？哎，我来跟你做。搬过来2个都吉安所长按部头做事啊，他都按部头做安尼。他爸爸在港口做，他下班的时候在吉安做，猫来做啊。
量煞做，哎，暗晡就买做。就本身也是包入去做，去天数做啊。嗯。我跟以前差不多。厨房大概就是这样子，都没有变。这些东西都还在。这灯也是那时候用到现在的，应该能用吧。你对这边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印象最深哦，台风的时候，因为这是木造房子啊，然后那时候台风来了嘛，我爸就要做那种防台措施啊，我爸都要爬到屋顶上去，用铁线把这个房子的屋顶牵住，要不然屋顶会被掀走。所以台风来的时候，这边是最恐怖的，因为外面风雨交加嘛，然后房子屋顶好像又快被掀起来一样。对，那时候我爸最辛苦，那时候是我爸最辛苦，因为他都要一个人把这个房子让防台工作用好。然后那时候，我跟你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啊。那时候我是小孩子嘛，小孩子最怕什么？晚上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墙壁上我哥姐他们都常在墙壁上乱画，都有发那种给拧工的哦，是讲拧工的吗？就是那种洋娃娃的那种图啊，我最怕那种东西了，所以晚上我都不敢一个人进了这个房间。现在都已经擦掉了啦，这些都还在，依稀还有点那种痕迹这样子。那你小时候知道你妈妈去帮人家工作吗？小时候我不知道，去吉安站工作。不知道，因为他们都是半夜去的。后来我才听他们说，他们是去那边工作。哎，在啦，你看，这张图你先看。你怎么会写在你哥哥房间？因为这边很宽啊，练写字啊。那时候没上幼稚园啊，我就看报纸写啊。哎，都坏掉了。我有时候就偷偷跑来这里跟他们挤一间。对，这我写的。下大雨的时候，里面会满水，你要半蹲以上，掉下去就糟了。我有一次曾经掉下去了，一只脚。这老兄做水的，唔敢做，做起来做去。出去啊，都来水处。讲到施工，施成都要3张啊，要3张。厉害吼！我话你讲个变数。你哪有买了 PP 啊？你管你无麻烦啊？你莫上岸道路诶，将来都就麻烦。马路啊，有嘛本来就是这样，都是这样。台风天下大水，已经埋到上面来去了。然后水就会消掉，连那个粪都消掉。埋到上面来，快到上面来。谁去干找的？然后做掉以后，他不能上厕所，上厕所会抖屁股，会抖。帮过来攞出去哦了。啊，个沙把青头沙。沙狗嗰啲啦。大溪条跟蜈蚣虫还大条哦。係啊，蜈蚣蟲沙咗是。大條哦，頭邊嗰隻蜈蚣蟲。係啊，啲啦哦。我在大溪睇的呀。係啊，條邊咩有蜈蚣蟲有沙。通過最太迷嘅。啊，你啱如果去按到咩嘅話，他冇看到，看到沙。你啱咩還有南沙青太條青草。嗰條冇捉到。芹菜可能要看到冇？冇看到咧，啱叫冇看到。係啊。海南沙。係啊。冇看到咧，啱叫冇看到咧。誒，雙白行咗哪田好嘅呢？跟住咪大條沙，咪大咗落嚇死。係啊，見攞到嚟哦。攞咗嚟，搞到條那一邊咬死嘅。哎呀，紅日，我都沒有嚟搞嘛，該紅啊是嚇咗一身。拿咗不卡嚟哦。拿咗來哦，卡咗嚟搞。哦。個豬豬嚟啦，唔係講第一個就死得幾多。係啊。伢沒死，伢沒死。錯啊。呢啲，伢死得就，伢死得還多。呢啲，我覺得見到都不，見到都不結婚啦。啊，後面我經常看到講個爺個一刀，那個伢死的死，反正。
我没想到，还没是的家长，那种家长。过了鸦片是太广吼，两个年呢就是上的，关闭啦，苏美啦，上在地来嘛，有来过过来阮佛，中单位讲的培养会讲，过来后三个唔好，来过就是过来后三，嗰邊我土地也冇啊，我嘛大都冇啦，按照呢個他是太咩冇啦，因為同埋我最做過。喺做日本嘅工廠，嚟做個小網比賽。喺做做工了，還是三沙做工呢？你最有錢老師嘛？住你們嗰邊從下過來嘅人住在廣福坊嘅，待3年人嘅，嗰上嘅以種嘅甘蔗咧，專門創咧，如果比賽專門同佢種甘蔗，做比賽，我俾你睇下啲。种的大饼餐车啦，不一样就去睇做这样的两个工钱啦。啊，在外头做工啊，他就先做他都明白，佢要我牙白牙咩，佢都外頭佢要啱啊，最叫我做啊，穿嗰個成太大都攰骨啊，攰牙尾康啊，牙白康啊，等佢夾住，出去請人咯，要買牛嘅啦，買條牛20人嘅牛啦，買一條牛差唔多幾十蚊。都牛茶到牛係冇大嘅牛啦，跟住前兩年到我過啊，就完全冇辦法去死嘅，你本事嚟講，實在好少好人嘅。你做廣工啊嚇，嗰條嚟家住講做廣工啊，要份鐘講做廣工，做100年啊，捱計下做100年做100年啊，佢做半年20半啊，嗰啲入去廣福機場，會機場，廣福會機場，只係做有禮拜有危險棍呀，裡面有危險棍咯，有啊，危險棍就上飯包嘅棍呀，是做，按表都這些咯，飯包拿到，上一陣係有啲嚟朋友那邊的，飯包俾我查出來當我看嘛，唔叫我拿的呀，這比再有法律嘅，再有法律嘅，咱們嘅專務還說啊飯包從啥都唔見啦，去老查到講啊，即係我去查到講查到打電話法律。cái phân bậc buôn bùn xuống đó là điểm am này hắn tại địa bàn mình là một set họ hoạt động gì mới sự đó cái đẹp họ anh ta sư họ cho họ其他我们过来呀有sản khai là bổng họ có sức một vạn này mà vì sức cô nhận là chúng ta một vạn anh có sức có cô để chuyển sự kia với nhau vì mấy nhà viên càng trung sát năng cho nhiều càng à sát năng cho nhiều thủ kia現在咧，如果做依嘢嚟，家嚟家招呼咗，家要嗨都招冇嘅。謝望義。客家人比较亲切、刻苦、耐劳，那么还是，所以那时候当时大部分进来铁路的员工都是属客家人比较多，然后也不计较这个金钱的少，待遇的为保啊，所以铁路员工大概早期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占的比较多数，是这个原因的。就我们
本站员工哦，我们本站员工9位员工里面有4位是闽南人，5位是客家人。下个春生莫不天，永远永远。我所记得的是，早期的铁路，那员工待遇非常不好，那么一般人是不愿意进来铁路服务。那我们是硬撑，然后就撑，然后经过考试，然后取得职位，就慢慢的这样子一做到现在。那上班都是就是做苦工啦，你要整理那个战场啊。不然的话，战场里面都是河川地，都是石头。那个时候最苦的时候是做2休1，就是工作2天48小时，然后休息24小时。那进来后有后悔过吗？你要说后悔，要怎么讲？待久了你就。其实跟铁路这一份感情已经很浓厚了啦，一辈子待在铁路了。现在来讲，应该是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嗰些火車同雞中嘅故事，雞中嘅你係嗎？哎，木火車，木。得买部火车出去摆。我看你本时都到嗰時火車做乜載物㗎？頭前載恁會袂載頓時啊，載雞、載蹄頭、載骨，都嘛用火車。哦，得把火車當進去啦。嗰陣仲係簽係嘛㗎？你講下神奇嘅事情啊！嗰火車輕鬆啫嘛。不用去談電梯啦，你有時就記得下部火車落來，啊，記得係咁樣啦，唔識。上车，下车，一样啊，都一样。日本时代的火车也是一样小小的，这2边对看。可是那个是烧木炭的，黑黑的，像以前都一样，也是窗户也是一样这样的窗户，机要放在椅子下，一样放在椅子下，烧木炭前面，开火车那边烧，啊，那个风吹这样来。就到下车都脸黑黑这样啊，那火车这样走哈，它冲过来，那个烟就在窗户进来的。人家笑他，他笑我们啦，我们自己看自己看不到啊。就是他笑我们脸黑黑，我们笑他脸黑黑这样啊。这个我们都做过了。我们班的同学都大家口罩来家，谁回家？阮读册人多啊，阮的同学拢大家，出来佚佗。这个是嘿，他们都给他们的子女嘛，拢要出去读册，有坐迄车，读初中就爱到凤林。阮读册人多啊，阮的同学拢大家，出来佚佗。一样的，这个开的是他那个洞子以前的就是这边开火车，他的公职责上这个2边东西，收票的人就是另外车站那边是一个人而已啊，开火车一个人而已啊，他的制服是黑的。
黑的制服，帽子是红色的，我都还记得啊。那时候我才16岁啊，看他很像他这样，那个很像警察。日本时代的日本人也是一样，戴帽子也是一样，也是戴红色的啊。可是日本人衣服不一样，衣服是黄色的，日本人穿的。最开车的是那个黑的，那时候日本人很少，收票是我们台湾人。日本人开始要回去的时候，第1年才叫人要招考。以前的火车班没有那么多啊，很像考没有很多人考啊。以前的火车班1天才2班而已，那个是很多是后来才很多，一年才变多的。那时候日本的男生就是像铁路局工作啦，修铁路啦，拿那个石头有没有？挖铁路啦，修理铁路这样子的。田里没有日本人没有做田，以前都没有田的，都是那个很像那个空地有没有？都是树啦、草啦这样，没有人工作啊。我们客家人来这边才去挖山啦，挖来种地瓜啦、养猪啦，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日本也是没有很多人来的，也是东一家西一家这样，没有很多啊。在1912年，民国2年火车都通丰陵。整个都民国15年，台东的火车都通的，那是火车来运输。青岛银行有轻便车啦、轻便车是有的。跟用讲，将花莲铜厂、修凤铜厂，叫青太平的土地。青太平的土地，其实每个港家是轻穷的东西，所以佢要做个小火车来做，对行。那早期佢就用碾仓的，早期用碾仓的，有的时都无法度噶，都用牛的头的，轻便车用牛的头，将移民村嗰度将丰陵的移民村，然后车头清洁。不过移民村地图有个轻轨火车啦，就是50公分这种的轻便车那轻便车记得是跟运东西啊、抽人啊是做的，就按个东西。当时火车蛮行噶，都用轻便车，因为轻便车的路过了火车路，所以讲花莲这个铁路迄算于花莲开发案来讲，也有90年的历史。所以讲是清早的事情，因为客家移民来是日本后期的事情，铁路是日本初期的事情，所以讲早期两片的是都西片的铁路是用铁路轻便车是工厂地度运输的东西，其到甘蔗出就用轻便车载，到甘蔗去高铁去车是流起来的。茶渍是流起来的，个普通的人大家都用的，迄冇用家都变转了，变个路线了，我用家都讲起来变淡薄都用人去送的。当然个有啲那个东西是较方便，也是日本移民村记得挺。3万大兵江山当天，
老叫思念，不是爱这一个叫路牌受气，受就是接受的受，就是接受列车从对方站开来，然后接受从对方站拿来的路牌，所以我们称它为路牌受气。那这个已经几年了，就是从吉安站一开始就有这个东西吗？这路牌受气应该是日据时代沿用到现在。我们以前中国大陆也是有使用这个电。哦，手上这个就是这个路牌套。路牌套呢，我们就是把路牌装在这个路牌套里面，就是两站站长合作取得一具路牌出来以后，把路牌放进这里面，啊，放进路牌套里面，然后把路牌套夹起来。路牌其实它就是哦，可以叫做通行证，等于是一种通行证，没有这个路牌就不能通行。因为十個門要朋友教嘛，媽媽有放眼視角。譬如说我们没有丢进去哦，它这个是钢丝的哦，会弹哦，弹得很远很远，所以有时候会找不到，甚至有的时候会跳到屋顶上去，这个事情都曾经发生过。那就变成说，也曾经发生过哈，我们的路牌丢进去，没有丢到受气里面的时候啊，突然间它被那个列车勾到台北，这个路牌曾经在台北找到。所以我相信以后年轻一辈的看不见这个老式的旧式的电气路牌，这个当然希望能够，他已经走入历史的话，我们当然希望下一代他还能够看得到，有一个留念。我从进铁路到现在哦，除了北回线待过，那么有自动闭塞式，我一直待在东线。东线我就74年当副站长做到现在，都是电气路牌闭塞式，也跟他相处了将近20个年头，会有感情啊，会有感情。还是交接还没了啊？就是那时候很多人来看哦。哇，很多啊，每天都往来采访，一天到晚在问我。大哥以前还在的时候，客人都不会住这些。你说人家来问这样哦，很少。以前很少啦。那是因为这要走入历史了，所以就很多人要留下历史的画面。要他加吹吗？要透过糖公司面过过路的呢。
我年轻人。退休以后的规划还早，有可能的话就退休以后就开个面摊子，卖面。